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咱台湾文化咸酸甜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费用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暗时7点到9点，咱们去广播电台 FM89.9 播出。接下来，咱要进行第2点钟的节目单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伫人生的舞台顶，每一出戏剧拢是精彩的故事。故事中的咸酸苦涩、糖甘蜜甜，嘛是每一个时代的民间文学记录的背景。尤其透过主角本人口耳相传，讲出家己生活过程踏踏实实加经验，就是上水的台湾文化美丽之声。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费用邀请到这位贵宾，当年伫空中飞来飞去，台湾、澳洲走藏的新生娘，伊毋拿熬讲古，佮真爱画图，尤其对着故乡有深深的感情。伫伊的绘本《婆姐幼子》内底，看到满岛文化、乡土感情的境界，这种亲像文旦、香甜的滋味，敢是逐日咱来甲找找咧？咱欢迎对生涯来的苏菲亚刘老师，嘛是上届高职的袋鼠妈妈，邀请苏菲亚这个妈咪来甲咱开讲，好一个讲对着囡仔飞来飞去的阿母，是安怎会甲囡仔的故事写落来？相信今仔日的故事，一定会互咱空中的好朋友有无共的感触。不过，要听故事进前，咱先来听一首音乐，把咱的心情放互轻松。音乐若转来的时阵，咱就来开始咱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单元咯。车，妈妈是全世界上好的囡仔伴，陪阮看土地，甲我简单话，带阮入去红仔煮新烧的世界。有时阵公车拢无来，予阮等甲起摩拜。妈妈的面总是笑嗨嗨，像阮爱食的库里姆的香，每一个乖囡仔拢有一个守护的生命，予我毋惊，予阮勇敢，予我有勇气，赶紧大，每一个乖囡仔拢有一个守护的生命，听阮的心内话，看头到尾，外头的时阵有人找。
伊会行到头，按欢喜。每一个乖囡仔，拢有一个守护的心美。互我毋惊，互阮勇敢，互我有勇气。赶紧大，每一个乖囡仔，拢有一个守护的心美。听阮的心内话，看头到尾，外头的时阵有人找。听阮的心内话。看头到尾，外头的时阵有人找。坐伫树仔脚，望着我家等公车。妈妈是全世界上好的囡仔伴。妈妈，公车哪还袂来？等足久的，大概拢安尼。咱这是 FM89.9 闸门溪广播电台，我是惠阳。今仔日咱台湾文化咸酸甜，要邀请大家来感受什么滋味呢？当然是台湾上界甘甜的人情味。一个当年住伫澳洲的空中飞人哦，伫澳洲、台湾来来去去的这位老师，思思念念嘛是台湾上界芳的滋味，本土人情味。这位老师就是苏菲亚刘老师，伊嘛是一位足有名的作家，伊的文学的底底嘛是摇倒的吼。这个苏菲亚刘老师到底是姓苏？也是老咧，请伊跟大家挨识字，问一个好，来老师。亲爱的惠荣，如果当初我伫澳洲伫遐移民，你做移民监的时，但按照你的节目来听我一定袂困袂去。特别安尼思思念念嘛，是故乡的滋味，对不对？是。作家的名我是安那用苏菲亚刘，就是我的英语名做 Sophia。Sophia， 啊，咱翻较好听的叫做苏菲亚。遐个字毋是足水的。因为我的朋友拢叫我刘太太，还是 Sophia。为什么会叫你刘太太？因为阮翁姓老。所以叫做老太太。所以有当时刘太太，有当苏菲亚，干脆就是甲倒做伙苏菲亚刘。所以苏菲亚刘就是老太太，莫怪愈看愈可爱。哇，老师，你的物件足无简单的，长久以来拢住伫澳洲，但是你写的文学的物件、绘本的物件足有画面呢。上界互惠阳感动到的，就是你的绘本内底有足侪惠阳要找出的古早味。今仔日惠阳想要甲你请教一下。上早接触到文学语言是安怎？你开始想讲要去写册绘本，敢会当讲，请老师伫空中跟咱做一个分享。因为我的人生分3阶段啦。第一阶段就是还未结婚之前我就是一个文艺美少女。很文青，对不对？对，我去参加早期足侪迄款救国团的活动，救国团的活动，文艺营啦、虎啸战斗营啦，迄节目有够好啦。我感觉讲，即摆囡仔无遐个节目因一个干拢咧看电视嘿啊，一个看电脑安尼滑手机我感觉会当出去外口安尼走咧、跳咧然后最重要的是讲，你去参加这个活动你拢会接受到足好的老师，像较早足侪迄什么殷允环啦、名作家啦、名人啦拢会来甲阮上课。
所以我伫救国团这个活动内底学着足济。你救国团内底，你有学着足济属于文艺的一寡底子，对不对？对，早期吴念真啦我在崇拜作家因拢去讲什么司马中原对，司马中原，都咧讲鬼故事对，伊文笔有够好啦所以我迄当阵就开始一点一滴在吸收，像那个海绵去吸收安尼册包内底拢是小说啦还是漫画啦还是文迄个什么余光中啦、叶山啦这散文你敢有看过琼瑶的小说？大家嘛咧琼瑶。我迄当阵小名做林真我的同学讲去林真伊的书包内底甲变看卖啊你都免惊无通看安尼所以讲迄当阵你都有即个想法，讲做想要做一个作家对，所以早期的投稿搁去参加什么文艺社团学校的校刊咱若去比赛也是讲投稿拢会稿会嘛什么稿会转来大家请食西瓜规间有够趣味啦所以自迄当阵开始我就足爱投入这个营队啦读书会啦这个创作的团体，这是我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结婚进前我就是有去参加一个正声电台正声广播电台，台中民天广播电台做正声电台迄个节目的主持人做刘明即嘛咱拢毋知影刘明这个人，但是早期刘明先生伊若开一个迄个听友会伫台中体育馆凤飞飞啦、谢雷张琪啦遐大牌都全部报道。刘敏大哥你好那个刘敏先生迄当阵我是做伊的节目助理，你做伊助理，伊2点钟的节目做街头巷尾迄2点钟的节目拢我甲伊做，伊毋是伫电台录音本身开一个化妆品公司伊设备拢足好的所以因兜的迄个录音的设备第顶的就对啦所以每天的4点到6点下晡即嘛街头巷尾的节目若出来，街头巷尾拢是伊迄个片头的迄歌大家都足爱听啦足侪人拢有迄问题嘛这听友就写批来，阮兜我的感情我的什么有问题，安尼要安怎咧你甲伊回答的人就是我这个著作人就是幕后的制作人，就是咱的苏菲亚刘老师，对不对？哇，所以早期你嘛是捌伫迄个电台服务过咯，对莫怪安尼你去咧甲囡仔咧讲故事的时阵，我有发现到你跟囡仔的接触接触的时候很亲近的感觉足亲近的。咧写作的时阵，你就感觉讲，除了看大人的记接以之外，你把那个整个情绪、迄个情绪放伫囡仔的身上，所以你即马会创作的这个作品，你拢以囡仔的角度为准，敢是安尼？是的，哇，赞！你知影慧荣，你知影我即马是迄款的，阮新义文化中心的袋鼠妈妈阮逐礼拜拢伫遐讲故事足侪小朋友细汉来我就去澳洲摕一只迄款的大袋鼠摕来遐放喺遐搁做一个足大地的看板就是阮的招牌然后那些小朋友看到迄只袋鼠拢会甲จิ้一个规个嘴软拢滴到无参加，好可爱这古水的哇，这个这古水的故事就好听，咱简单休困一下，等一下较来听咱的老师的故事嘿。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越头毋敢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
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你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岸，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时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不通担心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你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时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出社会走总得甲人拼输赢，为着啥家己不知影？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雨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成功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口出声无人惜命命。拄啊，咱的苏菲姐咧讲袋鼠，听众朋友甲惠阳问讲，若讲到袋鼠，台语要哪讲？苏菲雅姐，你感觉袋鼠台语敢爱人甲翻过来？唔通哦，你若甲翻做第一个鸟鼠，袋鼠是一个足大只的动物。对对，伊嘛毋是落地的鸟鼠嘛？伊主要就是讲伊的形状派一个地啊。对。啊，迄个地啊内底啊，吼，考大家一个吼，袋鼠啊，吼是安怎大汉的？妈妈是安怎饲袋鼠的？对，我有写一篇文章啊，做袋鼠妈妈的小包包。吼，迄个小包包内底吼，足侪学问的。你也是讲吼，嘿，妈妈吼啊，逐日吼用一个小袋子吼，啊带着小宝宝吼，啊去街走。迄袋鼠的，伊咧跳的时速吼，1点钟60公里。哦哟，遮紧哦，甲汽车平紧。吼，啊，迄袋鼠哈，就是伫妈妈的肚子内底吼，有一个小奶头，啊，伊就是拢输迄个奶来大汉的。
啊，即马袋鼠若大只的时吼，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了吼。对嘿，啊妈妈吼，都每天吼都大扫除着咧吼。对。啊，即马袋鼠若大只的时，爱个叫伊出去，因为妈妈爱个迄个房间啊，爱拼咧。对。下一只袋鼠宝宝要过来嘿，啊大只的爱家己去找厝大。有啊，出味哈。苏菲亚姐，你咧讲到安尼吼，我就捌咧看我的囡仔讲吼，因为较早我的囡仔嘛就爱看册嘛吼，爱得咧甲我问讲妈妈为什么吼袋鼠呢？要叫袋鼠啦吼，我讲因为吼袋鼠妈妈吼伊足伟大的吼，伊拢不管是甲伊的囡仔放伫伊的落地啊内底吼，伊就讲安尼袋鼠宝宝毋着会巴肚枵讲袂啊，伊的泥头，伊的泥水。吼，就是迄个落地啊内底，baby 在伫内底住。他拄仔老师你有讲到嘛吼，吃喝拉撒拢伫遐，食大房拢伫遐，鸟鼠就袂使甲讲啊，因为伊就是澳洲的一只大只的哺乳动物。对。哦啊，所以讲你即马咧讲故事，就是用袋鼠妈妈咧讲故事。哦啊，老师你就无简单的呢，你有写足侪绘本嘛？尤其有一本绘本吼是足本土的。你有写到麻豆的情景，为什么你会用到婆姐来写婆姐幼稚？因为我今日去国小讲故事，啊，我就问遐囡仔，大家知影麻豆有什么特产？麻豆有什么特产？大家拢大细声的讲，麻豆就是生产油的所在。啊，油啊，就是柚子嘛，对吧？哈，啊，咱那个婆姐啊，哈，这个民俗故事哈，伊花园的地方就是伫麻豆。麻豆有一个所在做南市保安宫哈，保安宫，保安宫哈。婆姐这个故事哈是有一个渊源啦哈。啊，婆姐哈就是早期有一个啊单情姑，单情姑，啊单情姑收妖。单情姑就是啊吼，伊有法术啦吼，啊有一当啊吼，迄个因迄个所在啊吼，都发生妖怪，妖怪怪兽啊吼，足大只的吼，啊伊的皮肤偌高呢。像迄款诶铜墙铁壁安尼吼，当墙铁壁，是，哦哟，安尼足高诶呢。系啊，啊，咱咧单情姑啊吼，啊，人生做细粒子啊吼，摕一支小刀啊尔吼，伊免哪甲迄只妖怪吼，甲收拾咧。是绘本内底啊吼，就甲这个民间故事啊吼，讲甲足详细。是，啊，就是婆姐发生伫咱麻豆，啊，麻豆有生产油啊，啊，油啊，就是柚子的。代言嘛哈，所以嘿啊，所以咱就讲婆姐柚子安尼。哦，所以讲你这本册内底，你就是希望讲甲麻豆特色，除了柚子以外，佮希望有加一寡咱较早的民间故事，这就是你咧创作这个灵感，嘛是做希望传统的物件，留互咱的子孙后代。因为哈，我问足济啦，80岁的人，我会问讲你敢知影婆姐的故事？伊拢毋捌听过。咱今日若无讲这个故事，明仔载就是失传了呀。因为少年囡仔吼，伊无迄个耐心啊吼。啊，咱用绘本、图画书会较趣味咧吼。啊，咱来讲哦，趣味。或者囡仔吼对这本册啊吼有一个好奇心吼，想要来了解一下。啊，因就家己去找资料，啊去网络看吼，哦，足侪人咧跳婆姐舞呢。国小啦，是舞蹈社啦，跳迄个婆姐舞吼，人跳到德国去呢。对，因为咱的台湾的婆姐舞吼，内底吼是传统的这个艺阵，拢有伫咧绘本内底，邀请咱的空中的好朋友来去找这本册。伫你写这本绘本的时阵，你除了甲婆姐甲拟人化，互伊敢若一个主角伫遐咧摇，互非常感动的，就是内底有一个囡仔咧讲故事。为什么你会用迄个囡仔来做主角？因为我的囡仔吼，细汉拢是伫澳洲生活哈。你知影澳洲的空气吼，足好的啦，水就足清甜的，因的水可以青椒。是。啊，所以吼囡仔吼无尽市内底生长，即马等下咱台北吼，好这空气也无好啦吼，啊，搁迄当阵搁有肠病毒啦吼，啊，搁有什么流感啦吼，等下就去验着肠病毒，嘿啊，身体就较无好势，啊，伫遐人就足懒足艰苦安尼吼，啊，阿嬷外婆都住伫麻豆啊，是，啊，阿嬷来讲小佳，你要不要来外婆这里住几天啦吼，感冒会好哦。啊，小佳就想讲好啊，足久无看到外婆啊，好，咱转来外婆因兜就是麻豆。所以讲，
这本册内底阁有你囡仔的故事，里内底简单休困一下，听一首歌，咱阁来听看老师是安那写这本故事嘞。欢迎再次咱登来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听苏菲亚刘老师来讲伊的过去的好心声。一个当年伫澳洲的妈妈，甲伊的囡仔故事写伫这本绘本内底。这个囡仔登去伊的火狐妈遐，啥会叫做火狐妈？苏菲亚姐，你敢知影啥会叫做火狐妈？慧荣老师第一届听过火狐妈，啥物叫做火狐妈？啥会叫做火狐妈吼？迄就是我捌听阮厝边的老大人咧讲，祖囝生人嘛是爱个转去因的厝，来来去去，亲像火狐连伊啊碰碰影都无去，做一个火狐妈，像迄火狐碰碰影，外妈嘛有人讲叫做火狐妈。哦，是哦。就无简单的吼，嘿，无简单呢。较早老大人诶讲诶一寡话语文化，咱爱甲传承落来。亲像你去澳洲，这个时阵你著甲你诶囡仔安排转来火狐妈遐。好，为什么你当初时嘛希望讲伊转去到遐？因为小朋友哈，伫海外长大哈。对。
伊接受到咱故乡的文化啦，吼，才会人情世事的机会足少的。啊，所以啊，吼，我大概啊，吼，若有放假的时阵吼，我拢会带囡仔吼，咱台湾啦，吼，啊，就是吼，互伊食一寡毋捌食过的啦，吼，毋捌听过、毋捌看过的物件啦，吼，拢是台湾本土的物件。对，阮遐囡仔吼，因真少有机会好去食到油啊，因为吼，因的油啊，你生产的季节吼，因拢是伫海外，拢伫海外。等伊要转来时，油啊已经无啊，已经出产了啊，出产了也无啊，吼。澳洲也无咧生产迄个物件，澳洲无油啊，所以啊，吼，有当时啊用一寡冷冻的吼，食咧，因讲根本都无好食，吼啊，所以吼，因嘛袂稀罕吼，啊，所以即届吼，小姐吼，有机会啊，吼，就等下咱麻豆啊大吼，啊，即马住伫迄庄卡吼，迄你知影吼，咱迄麻豆啊吼，伊拢咧三合院吼，来三合院的台语要安怎讲？你敢知？会当过来听看卖三合院。有人毋知影讲三合院吼，台语是爱讲安那吼。有人讲正心护灵，啊嘛有人讲正心护龙拢有啊，所以有春手嘛，双边吼有龙虎柄，吼迄叫做正春手、倒春手、龙虎柄。啊，大柄的就是大囝咧大。较早迄个古早人咧大迄个三合院吼，真正足好的一个文化。哦，是安尼哦。所以咱这个正心护灵吼，啊是古早式的吼，啊是迄个拢有迄款的茶汤啊。对。吼，啊茶汤啊，拢用一个门串。对，门串。吼，啊这二时头吼，迄门串着甲拍开吼，对，甲吐掉诶，嘿，甲吐出去啊吼，啊着拍开啊对吧吼。啊，即马若迄3月哈，油啊咧开花时啊吼，麻豆有一个诗人叫做梁茂荣老师，伊就做一个诗哈，伊讲做迄树啊、油啊的花枝啊吼，啊春入去窗仔内啊吼，啊若像安尼迄个芳味啊吼，都味伫规厝间安尼，啊都吼哦，那个规樟树啊吼，哦啊生甲全迄大细粒的油啊囝吼，咱就有咱的小宝宝安尼吼，足可爱啦吼，足高水的，嘿，足高水的吼。啊，今仔日咧吼，小家吼，早上吼困醒起来时，听到外口吼噼噼啪啪吼，拢是迄款的鞭炮声啦吼。啊，伊就讲有够吵啦吼，啥物都好啦，啊，就是这迎神赛会遮尔济啦吼。所以小家吼上头也是对这个婆姐这款代志啊吼，伊毋知影足排斥，因为伊感觉迄是迷信。哦，伊感觉迄是迄个迷信哦。所以啊吼，外口阿公就咧讲。小姐，紧出来外口哈，出来洗顶头吼，吼，迄今仔日咧保家丁吼，足趣味的吼。啊，小姐讲，啥叫做保家丁？我根本都毋捌听过吼。啊，阿公就讲，你出来你就知啦吼。啊，即马看着，看着错一条，吼，这婆姐吼，婆姐吼，啊，大家规个面啊，画甲呢红青，吼，啊，感觉足恐怖、足爽的啦吼。啊，过来阿嬷佫讲，小姐，人都无介爽快啊吼。你摕一领衫吼，啊，你甲迄衫放喺涂骹吼，啊，或者系婆姐吼，搭过啊吼，安尼就是甲你收惊，甲你吼解晕安尼啊吼。啊，小姐就讲，啊，毋是迄款诶秘医吼，吼，安尼搭过就会好啊。够迷信吼，足爽诶啦吼，还好吼，阮同学无看到，无实在是歹势死吼啊，所以吼，这个小家吼上头啊吼，是对咱这个婆姐这个代志啊吼，足排斥诶吼，伊就感觉讲啊，佫一寡老人啊，规个面画甲安尼吼，啊，呀摇来摇去，红公公青变变，吼啊，所以就感觉讲，这吼有够爽啦，有够爽。啊，毋过吼，到尾手诶时阵，小姐吼，即个囡仔，伊嘛是对即个文化感觉安那足介意诶，对毋对？嘿，啊，伊就是吼，伊慢慢啊吼，伊就去发现讲。吼，啊，即马足侪网络上啊吼，足侪年轻人，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甚至一寡迄现代舞团啦吼，当你跳这个婆姐舞啊，哦，啊，这内底很有学问哦，因为咱台湾人吼，咱本土人啊吼，拢较避俗啦吼。你看人个外国人啊吼，像希腊人啊吼，人食一顿喜宴啊吼，都为头到尾啊吼，拢安尼食的，搁起来跳舞。
舞跳跳，再搁去食，搁起来跳舞安尼吼，安尼足健康。咱就是吼10道菜吼，尾头食到尾吼，尾头坐到尾啊吼，食咧吼，食再搁来减肥吼，食搁转来减肥。咱这个减肥真好算吼，咱简单休困一下，咱较搁来讲是安那食要来减肥嘿。阿公今年79，阿嬷讲伊是上缘投的，迄是上缘投的老乌狗。因两人头早就去山顶走，顺山真稳转，流乱伫咧旧北投。身体健康啊，才袂屈嗽。阿嬷今年89，伊已经袂记得到底是。到底是想羊也想狗？伊思思念念的，是无缘的老乌狗。阿嬷足久无去山顶的旧北投，陪伊一暝到天光。寸苦嗽，阿嬷今年89，伊已经袂记得到底是。到底是想羊也想狗？伊思思念念的，是无缘的老乌狗。阿嬷足久无去山顶的旧北投，陪伊一暝到天光。寸苦嗽，阿公迄年79，阿嬷讲伊是上缘投的，上缘投，迄是上缘投的老乌狗。阿嬷今年89，思思念念陪着苦嗽的，陪着苦嗽，亲像怀念伊的旧北投。来是安怎
讲要减肥，苏菲亚姐，你是安怎要减肥？你要体谅，要印这本册啊，时间、人力、财力啊，真正是爱支出足济。啊，我是存着一个心，就是讲，咱这是要做好咱土地的礼物哈。我会当的范围内底我来出一本册，啊，把这个文化甲传承落去，我感觉足有意义啦啊，伫许可的范围内底来出钱出力办签书会啦啊，去设计啊来讲这个故事啊互这个囡仔引起因对这个那个民俗文化的一个兴趣兴趣但是我后壁佫几十本呢，所以你佫有足济本故事，想要甲大家分享对无？是啊，所以我一定爱有一个甲这本册第一点我就是爱甲伊发行出去，第二较侪人看到，第二点我要靠这本来趁寡迄个第一桶金慢慢支援我这个出版的事业因为咱的出版你若无经费，咱就无法度通出版。对啊，所以我这是我的个人的这个梦想啦有一天你有看人迄英国啊，迄个罗琳妈妈伊做迄个哈利波特伊红退稿差不多60-70届啦，出版商拢认为讲你这都是英国的一寡遐传统的民间故事啊但是罗琳妈妈意思就是讲这个故事互这个少年囡仔慢慢去发掘讲咱的民俗有遮济遮趣味的佫遮神奇遮个遮趣味的代志用去发掘所以伊一直坚持就是到尾有一个出版商就发现讲对哈利波特这个故事都是甲这个民俗的物件用迄款的特技然后上面甲伊包装啦甲伊迄个美化所以即马有动漫啦小说啦遮个迄个电影啦佫足济迄个表现的方式即马人罗琳妈妈是迄个财力世界有名的这个有钱人的其中之一咱嘛袂使讲咱自甘讲咱的物件都是登不了大雅之堂咱今日若有迄个心咱甲这本陈靖姑收妖这个故事这都是咱本土的哈利波特嘛咱若有一天咱有这个魄力来甲伊实现了，就是讲甲伊出版佫引起这个囡仔对这个代志有趣味咱佫来做足济动漫啦啥啦就来发展这方面的趣味我是感觉讲这个出版这是足辛苦的代志啦，因为我知影即摆足济出版商这个实体有咧印册的人慢慢拢用要支持袂落去我是感觉讲这个文化部开始有想要有一寡作为我是建议文化部第一莫讲扣税了啦，做都做到足辛苦用要员工拢饲袂掉莫甲伊扣税啦过来甲补助啦，补助嘿啊像这个伊做足侪文化的事业咱文化部咱政府要甲帮忙互伊迄梦想去实现出版上重要是安怎讲呢？因为咱学校的教育都是根据迄个书本资料来的嘛如果你鼓励这些文学的创作，这些各种方面的艺术创作互伊安尼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然后他们就可以经过出版出版商你莫甲扣税嘛，你甲补助嘛伊就有法度莫伫迄商业利益方面足坚持的，伊得用艺术也是讲迄个文学角度来出版伊的物件上介大的迄个受益的人是啥物人？嘛是咱全民吗？对咱的子孙咱的未来咱的小朋友咱这个未来的国家的栋梁所以我感觉讲这文化的传播毋是讲干那咱安尼讲出版册啦是啥我感觉讲像咱这外国的囡仔因拢无接受到咱这个文化迄美丽的一面咱若有一天咱惠荣老师伊的文化减酸甜带这个府城小花女咱来去澳洲的侨界来甲伊表演一下后壁佫对啥物人对婆姐舞的阵头佫咱苏慧雅老师的这个绘本的故事偌快乐咧咱甲摕来海外含遐因遐小朋友
因为遐侨姐吼，足侪遮侨联也是遮妈妈、阿嬷吼，拢甲我讲吼，苏菲亚，拜托你倒去台湾的时候，甲我找2本啊、2-3本啊，迄款的中英对照，而且一定要简繁体字哦，吼，伊要互伊的孙、伊的囡仔看，吼，伊才袂文化断层。所以这是毋是足重要的咧？足重要，真正足重要。所以即个出版的部分吼，你足有即个望。但是你咧写的时候，你感觉因为讲即个用字的部分，吼，会有一个困扰。像你若讲吼有中英合版，是毋是更较好？若有台湾的字，搁含迄个外国字，安尼咱的文化是毋是本土的文化会当搁行向国际舞台？对，我感觉吼，咱的母语吼，母语吼，已经是吼断层太久了。咱足侪字啊吼，咱袂晓写，咱会晓念，袂晓写。袂晓写，但是毋知要安怎写。嘿，今仔日就是咱慧荣老师啊，吼，伊伫这个台语这个母语这个文化吼，就是讲台湾话这个文化方面吼，伊真正是吼有够用心，有够出力吼。所以咱爱甲鼓励吼，所以吼，阮这个姊妹啊，大家拢甲停。感谢咱的苏菲姐吼，其实咱的台湾的母语吼，慧荣有一个想法，就是囡仔一定爱接触着，伊爱接听。伊有遐多人听，伊才有法度人讲。讲的时阵，咱就会当用沟通，就会当甲遮个字留落来。为什么？因为你讲了后，口耳相传嘛，伊就会传落来，就亲像苏菲姐你咧讲故事啊。所以苏菲姐吼，你的即个精神真正有够好，嘛希望讲你的出版事业会当继续来完成。咱节目嘛来到尾声，咱是毋是爱甲咱站文溪广播电台的听友吼，你来甲因讲祝福的话？咱今仔日空中有缘吼。咱今仔日会用小布伫遮吼，我希望吼，这个摊会当摊出去，讲有一天吼，你伫某一个册店，还是伫迄个网络上，你有看到破解幼稚这本册，咱就甲支持一下，甲买一本啦吼。虽然是小小的钱吼，但是我感觉吼，迄个文化，迄个未来的传承吼，是足济、足水、足感心的。所以讲，咱文化兼生甜，这个滋味就是爱好生团。最后咱跟咱的空中的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咯。上爱唱迄条歌，我常常真足听，听你在唱啥，你知影，我嘛跟你出声，摕歌词予我看，惊我听你唱，点点的孤单。目睭亲像我，一世人有你的陪伴，感谢有天公的注定。摇啊摇，摇甲你带某生囝，摇啊摇，摇甲你成家做时代。摇啊摇，摇甲你的头鬃，后世人会当继续做阮的心肝。为着生活离开这，对成功拼输赢，囡仔你毋免惊，思念着转来看。一个人注定有一款命，你毋免烦恼我，较踏实地就成功好名声。
伫今仔日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邀请到这位遮古锥、遮可爱爱讲故的妈咪开讲了后，何惠阳想起较早咱就是安尼，对着四大人身边，听伊咧讲过去、讲故事，甲属于咱家己的文化延续生传落去。相信这条文化教育的路，会有更加亲像遮尔啊深爱土地，听说咱子孙的人会当堪惠阳共心肝，做伙来看顾啦。感谢朋友来收听空中文化传心声，多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这个节目是由着文化部补助，三门溪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暗时7點到9點，三門溪廣播電台 FM89.9 播出。歡迎大家每一個禮拜和惠陽做伙聽台語、學台語，互咱的生活加添趣味和歡喜。我是惠陽，祝福大家身體健康，滿面春風。期待後一禮拜同一個時間，咱空中再會，拜拜，再會咯。